报道。总统蔡英文今代上尾一届参加台湾治安大会，蔡总统强调治安就是国安。台湾治安的产值在去年就已经超过700亿啊，明年有机会达到800亿的目标。那前一暗，蔡总统和前总统陈水扁参加同一场活动。陈水扁是有意无意讲较早蔡英文是好看 Q 的，这款言论嘛，互外界的关注直下议题。给我们个最棒、最灿烂的笑容！治安及国安，台湾治安立足世界。甲国内治安业者最近翕相做纪念，因为这是总统蔡英文伊任内最后一遍参加台湾治安大会。蔡总统强调，治安就是国安，并且讲台湾治安的产值去年已经超过744亿，2025年有可能达到800亿的目标。希望产业界甲国际交流，也继续甲新政府合作。面对区域威权主义的扩张以及复杂多变的治安威胁，我们也秉持治安及国安的精神，建立防御机制。未来，我期盼大家能够继续和政府一起努力，打造更安全的数位环境。We must continue to collaborate as partners to bolster resilience and counter cyber attacks.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our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Taiwan. 在蔡总统卸任进前，这马团讲希望为前总统赖清德拆弹，特写前总统陈水扁拄好前一案，在民进党前立委因系蒋万林陈明文的70个生日宴会，蔡英文甲陈水扁一前一后出现，但前总统伫咧致辞时阵也讲到伊家己感谢蔡英文的功劳，引起大家在讨论是毋是伫咧讨人情。总统本周会特赦陈前总统吗？会不会觉得陈前总统一直在情勒你？对于特赦的话题，蔡总统无加做回应。不过团讲时间点可能是伫内阁总辞的过当天，也就是17拜5。对此，总统府表示，希望会当确保陈前总统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，并且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今仔日早暗有较凉。